冇嘢做，想聽呢個新道理。嗱，我哋咧嚟到睇，於是乎保羅就同佢講緊。嗱，保羅嗱呢個係我寫嘅上面嗰句説話，偶像崇拜嘅荒謬。OK， 但係喺你諗下，如果你係嗰啲哲學家，你覺得佢哋自己荒唔荒謬啊？唔荒謬。但係保羅有冇話你哋班友仔荒謬？冇啊！你睇下保羅講乜嘢嚇？你學下佢點傳福音啊！跟住我問你哋嚇，各位雅典人，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非常之咩啊？敬畏鬼神啊！走路嘅時候咧，我發現有一座壇上面寫着咩啊？獻給不認識嘅神。好啦，我而家咧就會把你哋唔識嗰位神，但你哋又咩啊？又敬拜嘅喎，你哋又敬拜，但係你又唔認識嗰位神咧。我話俾你聽，創造萬有嘅神係唔咩咧？唔住喺人手所做嘅殿宇，也不受人手嘅服侍，佢冇咩缺乏嘅，反而將一切賜給人。佢從一個本源做出了萬族嚟，充滿大地，並且定了人嘅期限同埋居住嘅疆界，要人去尋求佢。其實呢位神乜嘢啊？離我們不遠。誒，咩叫荒謬啊？你明明喺度有1000個，日日喺度拜，日日喺度思想，日日喺度討論，原來呢個人18 inch away， 18寸咋？咩叫18寸啊？即係話你嘅手可以摸到呢個叫做一拐啊嘛，係嘛？即係18入18寸啊！原來你18寸就掂到，你都唔知啊！於是就說你們這些詩人啊，呢個詩人咧，其實係講緊希臘裏邊嘅佢哋認識嘅嗰個詩人啊。嚟到呢度咧，保羅就講緊希臘話嘅咯喎。即係突然間咧，我傳福音咧傳到去呢個福建，我突然間識講福建話喎，潮州話喎。呢個就係保羅傳福音嘅犀利嘅地方，即係話同一時間同你認同咗你嘅文化，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孫。所以呢句説話亦都講緊，其實我講緊呢個神同你哋有關係，就不應該用手藝雕刻金銀石頭嚟到代表佢。所以你哋做呢啲咁嘅嘢出嚟咧，係冇用嘅。佢唔需要呢啲嘅 channel， 你先揾到佢嘅，喺你面前。過去你哋係無知，呢句先犀利。跟住叫佢咩啊？悔改，悔改。因為佢定咗日期，按住公義，佢會審判人，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，給萬人作一個可信嘅憑據。嗱，停一停先嚇。嗱，我咧就。而家係查經啊，幫你哋嚇。如果你 Bible study 咧，呢個就係你嘅 OIA 啊嘛，係嘛 ？Observation 咁啊，俾10秒鐘你哋去消化下呢度裏邊嗰啲嘅資料，然後咧同大家去分析保羅講咗呢篇嘅傳福音嘅道有咩精警嘅地方？點樣荒謬法咧？佢哋揾緊乜嘢咧？嗱，總結咁講，有5樣嘢保羅講咗出嚟。神係宇宙嘅創造主，係嘛？25節，你哋揾嗰個神，我而家同你講呢個係創造嘅主。第二。